你小子没跑了，走，给我上派出所去。走走走，我说走啊，没戏吧？老人家，您别太激动了。派出所一早就告诉我了，我溜溜的等了你一整天。走走老先生走走，您别激动啊，我们什么证明都有啊。你们的证明没用。走走走走。哎呦，松手！你赶紧报个临时户口去。啊，姑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呀，老先生，我真是太激动了！你们骨肉终于团圆了，恭喜你们了！快点，叔叔，我等你。老先生，别太激动了啊！你别太激动了，老先生。是真哭了，是真哭了。我心里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！我真是太说，哎呀，有家有业的住饭店干什么？住真是！好。哎呦，哎，等，我的衣服还没收呢。哎呀，这些叔，哎呀，这叔，到饭店呐，买新的。就是。那旧的就不要了。哎呀，要，明天我特意来给您收啊。对，哎，走吧，叔。哎，我说老爷子，这天都上来了，你说你怎么还出去啊？嗨，这是我台湾来的大侄子，大伯，呀，非得让我到大饭店里去住，你说说。哎呦，是老先生，有业的，得给孩子一份孝心的机会啊！哎，不去白不去。慢点，慢点啊，慢点。好。嗨，这车停的真不是地方。哎，这是咱们的车，来专门来接您的。接我的。哎，对，慢点。哎呦，哎，哎呦，您就陪着老先生坐啊。是这儿啊。是这间吧？哎呀，怎么着啊？你哪儿的？啊，我来看望陈银锁老先生，请问他在家吗？你是他徒弟吧？对，他在家啊，他住这儿，哎，就这屋。啊，谢谢。哎呀，哎，你来晚了一步，刚才呀让人给接走了，说是上什么宾馆去了。啊，那他今天晚上能回来？哎呦，这可说不准，没准就回不来了。哎，你们那锅炉哪儿坏了？急不急？要不然明天再来一趟。不必了。好，再见啊！走啊！哎，慢走啊！哎，再见。哎，你说这老爷子啊，退了休了吧，还忙起来了。嘿。哎呀，咱们这是上哪儿去啊？宾馆。这得花多少钱呢？哎，你的表没毛病吧？怎么走的刷刷的？我哪敢黑您呢？切，你们开低的，谁不敢宰呀？来，哎，叔，哎，你慢点。好。
叔，这别请边。请。叔，这宾馆是带芯儿的，可豪华了。这商场啊，可大了。哦叔，我先带您转转啊。哦，哟，慢点，这滑呀！这天上都能看见人儿啊！叔到了。好，这边往哪儿走啊？这，哎呦，这哎，这边。哦，就在前面。对，就是这儿。来，请进吧。请。哎，叔，您请坐啊。哎，这屋还挺凉快的。就住这儿啊？马马虎虎啦。这1个月多少钱呢？丁秘书，很便宜，不算小费啊，才80块钱。您请啊。哦，那还差不多。我那间小屋啊，1个月还16块5毛钱呢。80块钱一天。一天呢？美元。我3个月的退休金才住这么1晚上啊！听我的，咱们回家去住。哎，不挨这份宰。哎，老先生，咱不挨这份宰。哎，老先生，叔，从今往后啊，您就住在这儿了。哎呀，我水土不服。钱都交了吗？啊，退去。哎呀，再怎么说也比您的1间房子半间炕强吧？小锁儿啊，我可不是当着外人面说你。哎，你爹发了多大的财我不知道。可我知道有句俗话说：“时来的黄金随市价呀。”能省咱们干嘛不省啊？多大的家业也架不住这么折腾啊！这房子啊是咱们公司租来的，哎，晚上闲着呢也是浪费。公司？银锁公司。谁开的？您呢？我开的。对呀，那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您的公司属于台湾金锁集团，总老板是我爸。老爷子，叔，来看，您看，来看看。叔，您坐。坐。来，您看看这些。董事长、总经理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我怎么听着像梦话？哎呦呵，真的！玛丽，我可找到你了。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来，过来。我以为你一定会到我们的小窝去，我苦苦的等了你整整1天零半个晚上。我知道。想不到你会在这儿。你忘了还有一个人在默默的等待着你的最后答复。你有什么答复？答应我的求婚呢？这是办公地点，不许谈个人的事情。你要不答应我的要求，我今天就不走了。到这屋来看看啊！来呀！嗨，您瞧人这澡堂子哈，24小时供热，想什么时候泡什么时候泡。您瞅瞅，没治了。嘿，怎么样，叔？哎呀，好软和。哎呦，您慢着点，叔。这我可是住不惯，我回家去住吧。叔，这多舒服啊！哪点不比您家里强啊？你瞧这儿，冷风，这多凉快啊！啊，哎，你看，电视，怎么样？
怎么都是外国的？有惊喜吗？这您就歪了，这卫星电视啊，原本就是外国中央台放的。我们家的电视啊，就没这么乱过。北京除了够星级的宾馆饭店，谁安得起卫星接收器呀？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看着有点头晕。来，这乱七八糟的，这哪儿啊？这是，哎呦，这可不是我弄坏的，我这遥控呢。爱弟弟，直播全世界。能播台湾吗？台湾，您找谁呀？找你爹呀！我爹，快播上。我不知道他号码啊。混球，连你爹的号码都不知道啊！我是说，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个电话机旁边儿。你家有多少部电话啊？哎呦，20多部呢。那你就一个一个挨着播啊！哎，我求求你，你走吧。不，除非你答应我。你再让我考虑几天。不能再等了。我从咱俩在歌厅见的第一次面起，我就是深深的爱上了你。你那美丽的头发，黑黑的眼睛，像青藤一样缠绕着我。你像索菲亚·罗兰，你要不答应我，我会死的。你要是走，我就答应你。那我马上就走。哎，你还没答应我呢。好，我答应你啊。啊，玛丽，那，哎呀，喂，啊，找谁呀？台北吗？请接76543111。错了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大台北找这儿来干什么？哦，我等等。喂，这里是76543111啊。陈总家里吗？我是小锁啊，我在北京，请我爹接电话。啊，是少爷呀。老先生去夜总会还没有回来呀。你有什么事情吗？老先生是谁呀？我爸还没有回来。他和你是什么关系？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喂，他去哪儿了？啊？他和你在一起，刚走了个逃犯，又来了个大款，我好命苦啊！老先生在台北呢。喂，好嘛，好的。去哪儿？夜总会？你再说一遍。喂，夜总会。明儿再打吧。喂，你老睡吧。啊，我也睡去。哎，小锁儿啊，咱们两个怎么睡呀？哎，当然是您睡床上，我睡外屋沙发呀。哎呦，这个我可是睡不惯。我也没睡过。哎，你在台湾还没睡过啊？我是让您老啊在这舒服舒服。哎，你要是孝敬你叔啊，你就睡到上头啊。哎，我睡到地下去。那也行。来，把被子给我叠起来，给我扔到地下去。小锁儿，哎，你爸在台湾就你妈一个人儿？还有我。哈哈，我是说，就再也没人了。哎呀，台湾也不能娶一大堆呀。再说，我爹也不是那样人。小锁儿啊，你爹的小名叫什么？小名叫什么？你就没听他们同事说过？他哪能跟我说这个呀？你也没听别人叫过他？没有。不能吧？朋友们都叫他小名，谁也没叫过他大名。说，全国解放以后啊，蒋匪帮就跑到了台湾啊，谁跟谁都不认识啊。那连你妈都没叫过他小名啊？我妈是台湾人。
台湾的。高山青，涧水蓝。阿里山的姑娘，我妈是高山族。哦，还是少数民族呢。哎，您睡吧啊。小锁啊，你们家的电话是7654-311，对吧？对。没事了，去吧，去吧。狗蛋儿，哎，你骂谁呢？你爸爸的小名就叫狗蛋儿。哎，你可不能说是我说的啊！不能说，不能说。你要向我解释清楚，那位老先生是谁吗？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就喊保安了。我不怕，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嘛。我老板来了，来就来呗。你要砸我的饭碗吗？我不来，你先委屈一下吧。我不嘛。哎呀，为了我。我说姐们儿，这老头可不省油啊！不就是要跟台湾通电话吗？你先把那老头稳住。哎，谁在里边？你不认识。我说你可得快点啊！玛丽，你就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我要办公了，知不知道啊？玛丽，你这像什么样子吧？哎呀，你快起来！不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说不起来就不起来。那你就跪着吧。哎，玛丽，你别以为我自己会起来。怎么还不通啊？没声。我去服台问问吧。玛丽，我就是起来！我要告你一个性骚扰，吃不了让你兜着走。不，我不是性骚扰，我是爱的骚动。骚动？哼！哎，我好像看到过你啊。哎，不会吧？我今天刚到。你看，你不是开面的那小子吗？对。那，你今天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他们帮我撤了。你和玛丽在一起？丁小姐是我们领导。那你可要拉兄弟一把。这是谁呀？这是谁呀？这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啊。对。哦，这么快就有客户了啊！回去歇着吧，歇着吧。哎，你们家的电话是7654-311。对，歇着吧。好。哎呀，叔，你歇着吧。哎呀，这个老头子也住在这儿，那玛丽不在不，他们不会有关系吧？哎呀，我说，你不看看他多大岁数了？不，我7654-311。我只要和他说一句话，就赶紧走，明儿见了啊！我回去也要失眠的。哎呀，你在这儿，这一层楼都甭睡。在哪儿？那边。金锁公司在哪儿？他们有2个房间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抓你来了！别，走。银锁公司在哪儿？在那儿啊！哎，咋没人呢？还有房间呢。我这就奔了，在那儿。快！哎呀，这是。老先生你怎么了？不通。明白了。快抬起来。轻点啊！哎呀，我说你们轻点！不通啊！头疼吗？能不疼吗？拿药。哎呀，真是不通啊！真是。好。这是
张嘴。哎呦呦，水什么用？老先生，喝啊，喝下去就会好了。哎呦，我的电话不通，供我喝什么药啊？快吐出来！快！哎呀，老先生，你这个电话不通，你给我们打什么电话了？这，哎呀，谁给你们打电话了？我是给台湾打电话。哎，765是我们宾馆的紧急呼救啊！台湾区号是886，您告我电话号码，我帮您拨。 7654-311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玛丽，我还以为你害怕。医生和保安人员都在里面的。玛丽，哎呀，老钱，听我说嘛，玛丽，你听我，里面玛丽，哎，通了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老先生的床头电话是另一个号码，对不起，打扰了啊。再见啊。走，啊，没事了。我来给您拨啊。玛丽，什么你啊？弄错了，流氓骚扰，跟我走。不是流氓骚扰，是爱的骚动啊！是台北陈老先生吗？对不起，打扰。哥，我是儿子呀，我可听见你们的声音了。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听见你们声音了，可把我你别太激动了，死了。别太激动了，老先生。要不是小锁回来，我知道能够往哪儿打呀。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啊？只要咱们公司能办得起来，我一定能回去。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要是再不回来呀，咱们就见不着面儿了。喂，喂，我要台北。对不起，这部电话没有 IDD 功能。如果您需要打国际长途，请您使用电话厅的另一部电话。喂，是哪一部？是喂，哎呀，去，排队去。对不起啊。哥，别让我当董事长了，我除了烧火什么都不会呀。快叫小锁来。哎呀，他没事了。你懂什么？快给我叫他去。是。哥，那丁小姐是从台湾来的吗？丁小姐是从大陆聘的呀。对，丁小姐这个人呐，她心眼儿挺好的。兄弟，我得去上趟厕所啊。哥，怎么还占线呢？哎呀，没完了！先生，我先挂一个好吗？不好，我还没打通呢。喂，我确实有点急事儿，先生。哎呀，我比你还急呢。喂，这手续真麻烦。台湾来电话了。爸，对，公司就要开业了，我们准备呢，一边申请业务，一边进行呢办手续。对，公司的名字就叫银锁公司，用叔叔的名字。不行，千万可不要用我的名字，闹笑话。到，请重新交款登记。糟糕了，交钱去吧。那得多少钱？不多，就300-400。嗨，算了吧，反正我的话都说完了。也行。
先生，您可以上对面那个电话打吗？哎，我通了呢。喂，玛丽，哎，是我。玛丽，你刚才，你刚才在跟谁打电话？好缠绵呐！我足足的等了你1个小时，你看。哎呀，我在跟台北通话嘛，是我们老板呢。说实话吧，他是不是在追求你呀？啊？你在说什么嘛？你是侮辱人格。玛丽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嘛？玛丽，我向你道歉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妒忌，更不该怀疑你啊！时间已到，请继续投币。我有钱莎士比亚说过，男人为了爱情，往往会丧失理智的。哎，莎士比亚在哪儿说过？反正他说过，没说过呀。哎呀，他就是说过嘛。莎士比亚肯定没说过。哎，那他反正说过。哎，玛丽，他是说过的啊。玛丽，你听我说啊，玛丽。时间已到，请继续投币。有怎么塞不进去呀？哎，那换点钱。我这恐怕不够。哎呀，劳驾了你。再给点儿。在这儿。哎呀，都拿来吧。没了。玛丽，这些钱够我们说1夜的了。啊？玛丽，我真有好多话要对你说。玛丽呀。喂，银锁公司吗？有台北长途。长途台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还没说完呢。先生，您的钱我找不开啊。你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？我不能占您的便宜吗？我还有什么便宜可占？钱先生，你这个坏蛋！我不怕你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我只想还您钱。我要喊警察了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警察来了，你跑不了了你！钱先生。哎呀，干啥？哎，上酒了啊！来了。陈热，多喝点啊！哎，开着！哎，小姐，来，酒瓶子给收了啊！快叫你上着，把这酒瓶子收了吧，这搁这占地方。来来，这酒瓶子收了啊！这上2瓶啤酒啊！漂亮呀！小姐，能给我换10块钱零钱吗？哎呀，你看我好忙吗？哎，老板，还有什么小菜没有？够丢人的。老板，小菜，你们这有酸菜鱼吗？要酸菜鱼的话，要一酸菜鱼。小姐，帮忙吧。等会儿嘛。来喝了呀！来点花生米，可以，爱螺丝也不错。我说过了，你就是跑到天边，我要找到你。我不认识你。你只认识我的钱。走，找个地方咱们谈一回判。我喊人了。你喊了就做不成人了，我吃不了你。这个事情总要有个交代嘛。走，听话，走噻，乖，走。来，你这紧贵不行，把这点干什么呀？带不上的，这酸菜鱼啊！小姐，小姐，睡不着。你说你不能天天做生意的。
你以为你跑到北京来，我就找不到你了？我也没答应嫁给你。你爸爸答应了。我花了彩礼3000块哦。我还给你。还？你拿啥子还啊？我已经攒了300多块钱了。啥子？300？哎呀，差到天上地下去了。我攒够了一定还给你。我现在就要拿给我，现在就拿给我。拿来！求求你，再宽限我2个月嘛。2个月？2个月你跑了，钱也丢了，人也丢了，我哪儿去找你啊？还不起就跟我走，跟我走。我不跟你走。小红，跟我走。我不走。跟我走。我不走，求求你放了我嘛。你走不走？我不走。跟我走。我不走，我不走。我都求你1000遍了，跟我走。我不走。你看见没得？这是啥子？哎呀，你走不走？哎，跟不跟我走？你走不走？你属于1000遍也是一样的。那我就在自己腿上扎个洞。你不要逼我嘛！那我就在腿上扎1000个洞。你把我杀了，我也不跟。我真的扎了。我扎了。我真的扎了。你看，我真的扎了。哎呀！你把头放下！你要干什么？你给老子放手！我兄弟把刀给放下！你给我放下！哎呦哎呦啊！老子放手！你们不要命了？他要杀人！杀人，找公安局，到派出所去！啊，快点！找死！那不然你们不要命吗？你们2个要是都死了，我就更赔不起了。你个鬼儿！你，大哥，是你呀？大哥，坐。哎，咱们2个真是有缘呐，想分都分不开。大哥，你不要跟我过不去哦。我今天就是要和你过不去。我想再到府上打扰一次，太冒昧了吧？哪里？我请都请不来呀。哎，你坐啊。我不坐。我给大哥挡挡风。咱们在这儿睡觉，警察不会管吧？不管。大哥，警察不管。啊，哎，你坐呀。谢了。你坐吧。谢大哥。哎呀，你坐吧。哎呦！怎么了？哎呦，我肚皮痛！哎呀，肚皮痛惨了！要不要看看医生？不用！哎，大哥，我解个大便就可以了。哎呦，你看好东西啊！我去了。哎，好，你先去。哎呦！喂，是派出所吗？哎，醒醒！哎。身份证拿我看看。身份证丢了。哼，你呀，我就知道身份证丢了。上车。站住！我就晓得你要跑啊！你往哪跑啊？哎，警察同志，这儿搞错了嘛！少废话！你呀，跟着走。走！哎，警察同志，我有点想不通啊！
我是原告，哪有给原告带铐子的啊？你是原告，小马，原告来了吗？来了，进来吧。小红，你到这儿来做啥子啊？我们两个事还没完呢。到了派出所你还这么嚣张，真没见过。你对女士说话怎么能这种态度呢？你滚走！小马，哎，那个人是怎么回事？同伙吗？哪个跟他是同伙？他是逃犯、杀人犯。谁是杀人犯？你血口喷人呢！你还掐你们啊？都坐下，我问什么说什么。哪个和他坐一起啊？我也不愿意和他坐一起。你要说什么就说吧，不要害怕啊。今天晚上他到店里头去找我，说要跟我谈谈。就是，本来就是谈谈嘛。我不愿意跟他走，他就吓我，说不去不行。你做了个主意，多不是我。没问你。接着说。他就把我拉到桥洞子底下。就是他们那天晚上睡觉的地方。对，就是那个桥洞。有你啥事啊？不要插嘴。你看见了？是的，先生。我赶到的时候，我看见他一只手抓着那个姑娘，另外一只手举着匕首。不是匕首，是匕首。哦，你不是匕首，是匕首吗？我要天地良心喽！看，是匕首吗？快放下！你放下凶器，放下！就是这个，你给我放下！那是我的工具，都坐下！反了你们了！这不是凶器是什么？他说我不跟他一道走，他就拿这个东西戳。哎呦，我是为了戳我自己。不可能！我看见他的时候，他把匕首举得有这么高呢。这么高？这么高？那么高？肯定是这么高呢。哎呀，多高都一样。你吓唬他干什么？我不好意思讲噻。他要逼我干那个事情。你这够流氓犯罪了！你整个一个持刀威胁、强奸未遂，够了！哪个强奸了？哪个强奸了？他是我老婆！你乱说！哪个是你老婆？你是想赔？怎么？你们原来认识啊？哼，我不认识他。我见过他的照片。你真是笑话！我问你，你见过没见过张曼玉照片？啊，见过。见没见过林青霞的照片？见过。那都是你老婆吗？你说是吗？他们没用过我的钱，他用了我3000。那你是嫖娼啊你！小姐，我真没想到，你会这样不珍重自己。哪胡他的钱了？你爹用了我的钱，用了我3000。那你就和他结婚呀，人家姑娘不同意，你这不是牛不喝水强按头吗？生米煮成了熟饭，不怕他不认头。哎呀，反正没结婚，你这是违法行为。警官先生，我不能同意。就是结了婚，也不能强迫妻子，在家庭内部也能构成强奸罪的。笑话，笑话！反正结婚和没有结婚总是不一样的吧？甭管结婚没结婚，也不能在桥洞子里。花了人家的钱就是人家的人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法律应该尊重女性的合法权益呀！我同意。我那些钱也不能打水漂啊！我花了那么多钱，我连一根手指也没挨过他，我太冤枉了！哪个碰你了？明明你刚才碰我了。sorry， 是我的手碰到您的脸了。啥子？你摸了我老婆啊？我没有，是你的手把我的手带过去的。那也不行，我花了那么多钱，我也没伸手摸过她呀！你耍流氓！哎呦，你怎么能耍流氓的？你们凭啥子说我耍流氓啊？人家不是你老婆。吵什么？坐下！你构成了流氓犯罪。人证俱全，事实确凿，先收入审查。哎呦，我好冤枉哦！警官先生，要是没有我的事情，兄弟是不是可以先？你赶走！警察同志，现在轮到我做证人了。他是个逃犯。你凭什么说他是逃犯？就凭他那一颗光头。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有身份证没得？我没有。有打工证没得？没有。有乡政府开的介绍信没得？没有。讲，你到伟大首都北京来做啥子？有啥子目的？啥子企图？你给我讲！慢点问，准备记录。好，你是不是遇到扒手了？哎，你啷个替外人讲话？哎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有他啥子事啊？哎，你怎么审起他来了？考虑自己问题，
靠墙站下。哎，你过来！你过来！大刘，把他们拆开吧。你过来！走，我先送你回去。警察同志，他走了，拉住我！干什么？想逃跑？你！小伙！哎呀！哦呦！我说马同志，他的罪名大不大嘛？如果查实了，判他3年2年都不多。哎，那么重啊！要是以我的脾气啊，这还轻了呢。马同志，那我不告了，行不行嘛？哎，你还怕他呀？不，他家里还有生病的老妈，还有上学的妹妹，几张嘴都要靠他吃饭。求求你跟他说一说，最后他不来缠我，我一定把钱还上。至于判刑嘛，那就算了嘛。你一会儿告一会儿不告的，你心里还有准谱没有？我和他私了好不好嘛？私了跑到公安机关来干嘛？你呀，还是赶紧回去吧，等着随传随到啊。姓名？问你叫啥子？叫索小岑。性别？问你姓啥子？哎呀，这性别是姓啥子？姓我问他是男的女的。他是男是女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哎呀，我没跟你说话。警察同志，好了，别吵了。男的，籍贯？广东省。广东啥子地方？广东省桃源县。到北京来干什么来了？做生意啊。他做生意，他身上1分钱都没得。他吃了我7碗炒手5根油条，到现在都没还钱。我现在就还给你，好不好？你还给我吧。哎，把东西放桌上来。拿来。把东西全掏出来。对，掏出来。那边。你干什么你？高头那个包包。谢警察同志。啊，去，坐下。来北京几天了？2天了。啊，2天。怎么来北京的？哎呀，那还用说？扒火车呀，扒火车。那是你。哎呀，行了，怎么又掐起来了？姑娘走了？我要去送她，她不让。哎呀，警察同志，那天那么黑了，我会不会碰到流氓啊？哎，你在这儿，他上哪找流氓去？这。东京的，纽约的，这里哪张是你的？啊，都是我的朋友。朋友啊，把你上衣递过来。哟，做工不错嘛。马马虎虎。登喜路，还是名牌的。哎呀，那是假的，肯定是冒牌货。这也是你的名片吗？啊，这是我朋友的。看来你的朋友不少啊。啊，生意人嘛。你这次来坐的是头等舱啊，还是经济舱啊？头等舱。头等？你坐飞机来的？不，扒火车。扒火车。咱俩出去说吧。你在这等着。那边去。是。什么事儿啊？他从哪儿来？说是广东省桃源县呢。广东省有这个县吗？桃源县是在台湾。这个案子牵扯到境外了。哎呀，大刘啊，你不觉得他长得有点像谁？你说像谁？你想想，要是给他化化妆，再粘上胡子，再画上皱纹，陈老爷子。喂，外头正在说你哟。说我什么？说你娃案子大了。我在寻找，你在等。